人過了70歲，手裏攢住一世人省克用儲落嘅積蓄，最發愁嘅係什麼？唔係行情波動，係有朝一日你就喺床榻上，手腳唔靈便，銀行裏嘅數字一分冇少，你卻連飲一碗熱粥，換一身乾淨衫褲，都要睇旁人嘅面色。錢明明係你賺翻嚟嘅，到咗嗰個地步，你反而變成最冇資格支配佢嘅人。常言道養兒防老，即國防備，但真到晚年先至懂仔女有仔女嘅生計，看戶有看戶嘅盤算人心。呢樣嘢最經唔起農歲日子嘅消磨。你將錢攢喺手裏，怕登值交俾仔女，亂怕失控，存進銀行又怕真到要用嘅時候自己講唔算數。呢度難題難倒咗幾多辛辛苦苦一世人嘅老人家。今日要講嘅呢位老先生姓陳，今年73歲，退休前喺中環一間律師行做咗40年嘅法律文書，經佢手後對嘅遺孀契約產權證明堆起上嚟，比佢個人仲高。一世人同白紙黑字打交道，最信嘅就係契約二字臨到老。佢冇將養老嘅指望擺喺個仔身上，亦冇將錢鎖喺銀行裏，反而用咗一招旁人諗都唔敢諗嘅法子，俾自己安排好往後10幾年嘅日子體面安穩，半啲都唔使睇旁人面色。佢呢個法子唔關信託事，唔關保險事，同市面上嗰啲五花八門嘅養老產品全唔沾邊。講穿咗好簡單，就係將手裏嘅錢一筆一筆換成未來10幾年嘅日子。初聽嘅人都搖頭，話老人家糊塗咗，邊有提前將錢使出去嘅道理？但細聽佢嘅盤算，又個個都拍大腿，話呢先至係真正嘅通透，呢先至係為自己打算嘅聰明人。事情要從嗰年秋冬講起。陳伯嘅個家俊帶住老婆仔女從九龍塘過嚟睇佢，一入門就拎住支補品，一口一個阿爸問長問短，問血壓穩唔穩，夜晚瞓得好不好。陳伯心裏高興，大清早就去街市揀咗鮮活嘅石斑，又斬咗半隻油雞，沖咗一羅寶個仔最中意食嘅牛腩，忙前忙後就盼住一家人食頓熱飯，走過3巡，賽過5味。家俊放下筷子，從公文包裏掏出一沓彩印嘅冊子，偷喺飯桌上指住上面嘅雙圈櫃，塗眉飛色舞咁話：阿爸，我最近釘實咗個鋪位，就喺地鐵站出口。發展商係相熟嘅朋友，能夠攞到內部價。你嗰筆退休金擺喺銀行，1年利息冇幾多，全俾通通吞咗，不如攞出嚟買呢間小鋪收嘅租金，夠你請個住家保姆。往後呢個物業都係留俾孫仔嘅穩賺。吳培新抱喺一旁亦跟住答話：係啊，爸，家俊睇項目從來冇走眼，錢換成物業先至踏實，睇得見摸得着，總好過擺喺銀行裏縮水。陳伯睇住個仔眼裏嘅光，嗰股興奮勁，同佢細個口滿分要獎賞嘅模樣一模一樣，但心裏呢卻像壓咗塊石頭沉得滯。佢冇去睇那啲花里胡哨嘅歸畫圖，只係端起茶杯，睇住杯裏浮浮沉沉嘅茶表，半天冇出聲。家俊見佢唔說話，有啲急咗：阿爸，你點解唔出聲啊？呢個機會過咗就冇噶啦。你嗰700幾萬擺喺銀行，1年先至有多少利息？跑唔贏物價噶。700幾萬，陳伯心裏邊冷笑一聲。佢記得到清楚，呢700幾萬係佢同老伴一世人從牙縫裏夾出嚟嘅。老伴走嘅時候，轉住佢嘅手反覆叮嚀，話呢筆錢係養老嘅底氣，一定要守好，唔好委屈咗自己呢些年。佢一分錢都唔敢亂使，呢件像樣嘅外套都捨不得買。佢放下茶杯，慢悠悠咁開口：家俊，你嘅心意阿爸領咗，但呢筆錢阿爸想自己留着。家俊臉上嘅笑一下子就僵住咗筷子，喺碗裏扒拉咗2下就再也冇動過。嗰股毫不掩飾嘅失望比鬧佢2句仲讓人難受。佢悶聲話：阿爸，你點解咁固執？我呢啲都係為你好啊！你一個老人家手裏攢住咁多現金，萬一俾人呃咗點算？而家呃老人家嘅招數多着呢，嘴上話住為佢好，
個眼神裏藏住嘅全係錢要落空嘅焦躁。頓飯食到最後，成桌嘅菜都涼咗，兩父子邊個都冇再說話，送走仔女一家。陳伯對住一撮子殘羹冷炙坐咗好耐。佢唔係唔信個仔嘅孝心，佢係唔信人性。呢句話唔係憑空講嘅，係佢見咗太多前車之鑑。以前律師行嘅老同事周先生比佢大4歲，退休前係響崩嘅大律師，一世人精明要窮。兩個仔，一個喺外國做醫生，一個喺本地開公司，人人都覬慕佢晚年有福。但就係半年前，周先生中風咗，右半邊身喐唔到，話都講唔清楚。大仔院喺外國翻唔到嚟，細仔生意忙，請咗個外傭24小時照顧，將老爺子安置喺半山嘅大宅裏。逢人就話自己孝順，使多少錢都捨得陳伯。上個月去探望，一入門就聞見一股混住藥味同霉味嘅氣息。從前個西裝革履、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嘅老周，就窩喺客廳嘅梳化裏，着住皺巴巴嘅汗衫，眼神空洞咁盯實電視。電視裏吵吵鬧鬧嘅綜藝節目，佢半啲反應都冇。外傭睡眼惺忪咁嚟開門，將陳伯帶入去就自顧自坐喺一邊刷手機，耳機裏嘅音樂開得震天響，連杯水都冇倒。陳伯行到老周面前，佢認咗好半天先認出嚟，混同嘅眼睛亮咗一下，嘴巴張咗張，發出啊嘅聲音，唯一能喐嘅左手抖住，想抬起嚟，卻怎麼都抬唔高。陳伯鼻子一酸，趕緊握住佢嘅手，隻手冰涼，指甲長長嘅，捧裏冚住黑泥。佢俾老周削咗個蘋果，一點點餵俾佢食。老周食得好急，好似餓咗好耐。陳伯問佢中午食嘅什麼，佢費力咁指咗指茶几上嘅便當盒，裏面剩低嘅飯菜早就涼透咗，連點熱氣都冇。坐咗唔到1個鐘，頭就見到個外用端住一碗糊糊走過嚟，咬咗一大口就往老周嘴裏塞。老周躲咗一下，似乎唔想食。外傭立刻就沉咗面一淚，佢講咗句聽唔懂嘅話，硬將手指捅咗進去。老周俾靚得滿面通紅，咳到全身傷到頭。外傭就企喺旁邊等住變臉，上半啲表情都冇，像係違見物件。陳伯再也睇唔落去，揾咗個藉口就走出那童裝收得金碧輝煌嘅大宅。佢回頭望咗一眼，只覺得哪裏係家，分明係個精緻嘅牢籠。周先生嘅細仔每個月使幾萬蚊請看護養家，但老爺子過嘅係咁嘅日子，錢係佢自己賺嘅，佢卻連揀一口合口味嘅飯，好好食一頓飯嘅權利都冇。銀行裏嘅數字再多都換唔嚟一口熱湯，換唔嚟半分尊嚴。翻屋企嘅路上，陳伯喺街邊嘅公園坐咗好耐，夕陽將佢嘅影子拉得好長。佢又諗起樓下嘅李婆婆，每日坐住輪椅外，將佢推到樹蔭底下，就跑去同同鄉傾偈。留李婆婆一個人對住牆發呆，一坐就係2、3公頭，連口水都冇人遞。那一刻佢心裏冇比清楚陳伯，你絕對唔可以行到呢一步，人老咗，唔可以將自己嘅晚年寄託喺任何人嘅良心上，唔理係仔女嘅孝心定係看護嘅職業道德，喺日復一日嘅勞碎皮人懈怠面前都太脆弱咗。全靠邊個都唔如靠自己，靠什麼都唔如靠白紙黑字嘅契約。覺得有道理嘅朋友請點個讚，亦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養老心得。嗰晚夜裏，陳伯失眠咗，書房嘅燈亮咗成晚，佢來攞回回咁踱步個仔嘅話，老周嘅樣子啊，李婆婆嘅背影一缸礦一件件喺腦子裏轉，700幾萬到底該擺喺邊度存銀行？嗰只係一串冰冷嘅數字，佢保證唔到你半夜唔舒服嘅時候有人送你去醫院，亦保證唔到你想食一口熱飯嘅時候有人端到面前交俾個仔投資。且唔講溪賺，就算賺得再多，咁都只係數字變大咗，同你每日嘅日子好唔好過，有冇尊嚴，半啲關係都冇去住安老院。佢見過太多住進去嘅老人家，冇幾個月就精神頭全冇，再好嘅環境
都係流水線一樣嘅照料，邊有咁嘅人體面可言？佢睇住書架上一排排嘅法律典籍，自己做咗幾十年嘅文書檔案本，可冒咗出嚟，將一道光劈開咗滿室嘅昏暗。點解非要將錢存住？點解唔提前將佢洗掉？唔係揮霍，唔係浪費，係用呢筆錢將自己未來10幾年嘅生活一講一件件都預定下來。佢做咗一世人契約，臨老咗就俾自己以一份最周全、最穩妥嘅晚年保障契約，將呢筆錢從一筆遺產變成未來每日嘅安穩同尊嚴。呢個諗頭一出嚟，佢成個人都鬆快咗，好似壓喺心裏多年嘅石頭落咗地。第二日一早，佢就揾出咗珍藏多年嘅硬皮主本，拎咗用咗幾十年嘅鋼筆，喺第一頁工工整整寫下幾個字，講嘅晚年安身計劃。接落嚟嘅3個幾月，陳伯成咗成個區最忙嘅老人家，早出晚歸，四處下策個仔打電話問佢忙冚麼，佢只話四處走走，冇多講半句。佢知道個仔理解唔到，喺後生仔眼裏，錢嘅用處係生更多嘅錢，但喺佢呢個年紀，錢最大嘅用處係換一份確定嘅體面。佢將自己全部嘅積蓄768萬清清楚楚列喺課本嘅第一頁，然後開始拆解自己嘅需求。佢將自己設想成10幾年後行動不便，記性唔好，但依然想過得有質素嘅老人衣食住行醫樂6港市，一襟都唔可以馬虎頭一襟，就係食民以食為天。人老咗，若係連口二符合口嘅飯都食唔上日子，就冇咁嘅滋味咗。佢唔想食中央廚房配嘅老人餐，寡淡冇味，全係料理包嘅味，亦唔想日日啃麵包食冷飯。佢想食街口茶餐廳嘅雲吞麵，想飲隔離粥鋪嘅及第粥，想食巷頭那家家常菜館嘅豉汁蒸排骨，都係食咗幾十年嘅老味道，合胃口。佢揀咗家開咗20多年嘅家常菜館，老闆娘姓黃，50幾歲，人好爽朗，守住呢間小店養大咗一雙兒女，手藝好人，亦實在陳伯揀咗個午市。過後人少嘅時，神行入去開門見山，黃老闆娘，我想同你簽一份賬約。黃老闆娘愣咗一下，以為佢要辦壽宴包場伴，笑住話：陳伯，什麼長約啊？你要辦酒隨時吩咐就喺度，係10年嘅送餐合約。陳伯2餐，午餐晚餐送到我屋企，菜式3菜1湯，全數雜配，每周有2次魚。我生日嗰日要1碗豬腳麵費用按而家嘅市價，算我再加2升，當作通用補貼。10年嘅餐費我一次性預付俾你。黃老闆娘眼睛都瞪圓咗10年。陳伯，你唔係同我開玩笑吧？邊有一次性俾10年飯錢嘅你仔女呢？點解唔讓佢哋照應你？陳伯笑咗笑話：孩子們有自己嘅日子要過，我唔想拖累佢哋，我就係想求個踏實就，再過10年8年，我行唔動路嘅時候，仲能食上你做嘅熱飯呢，就夠咗。佢將擬好嘅合同遞過號條款寫得清清楚楚，菜式標準、送餐時間、衛生要求，一條一條明明白白。最末尾用紅筆標咗行特別條款，若甲方陳伯堅超過24小時未取餐，亦未主動聯繫日方，日方需立即撥打甲方預留嘅緊急聯繫電話，若電話冇人接聽，需1小時內上門查看。發現異常，立刻協助撥打急救電話。此項責任已包含在總費用內，無需額外付費。黃老闆娘睇完呢條沉默咗好久，抬起頭嘅時候眼眶都紅咗。佢話：陳伯，我懂咗你，嗱，你係嚟訂飯嘅，你係嚟買一份安心呢。合同我簽錢，你唔使急住，俾我信得過你呢個人。上門查看嘅事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做到。陳伯還堅持將錢轉咗過號，整整98萬。佢話呢，唔係人情，係契約，只有錢付出去咗，你嘅責任先係理所。當然我嘅要求亦先心安理得。人情呢樣嘢欠一次少一次，契約唔一樣，白紙黑字，邊個都唔欠，邊個反到長久。就呢一份送餐合約，
洗掉咗近100萬元。但陳霍心理比什麼時候都踏實，佢知道往後10年自己唔會捱餓，唔會食冷飯，更重要嘅係每日嘅送餐就係一次平安打卡。真要是出咗什麼事，第一個發現嘅一定係老黃銀娘解決咗食嘅。第二項就係住一個人住3房2廳嘅舊屋，打掃衛生、換洗衣物、採買日用品越嚟越力不從心。佢揾咗街坊裏口碑最好嘅家政公司，老闆同佢認識10幾年，知根知底。一開始對方只肯提供標準嘅清潔套餐，每週2次打掃衛生。陳伯提咗一堆額外嘅要求，除咗日常清潔，每週要幫佢採買一次生活用品，代繳水電費，陪佢去醫院覆診拎藥，每週仲要抽半個鐘頭陪佢講下話，聽佢講下以前嘅事。家政公司嘅老闆有啲為難話，呢啲都唔喺標準服務裏。陳伯話我知道，所以我多付30%嘅服務費當作定製費用。另外，我幫你哋完善老年客戶嘅服務合同，將權責免責條款都寫清楚。你哋以後做老年人生意亦用得上。佢做咗40年法律文書，呢點事對佢嚟講過輕就熟。冇過幾日，佢就將完善後嘅合同範本送咗過號，權責分明，既保障咗客戶嘅權益，亦規避咗服務方嘅風險。家政公司老闆一看就服咗，唔單止接咗佢嘅定製服務，還特地聘佢做咗公司嘅老年服務顧問，話有佢把關，佢哋做服務，亦踏實呢份10年嘅家政合約。洗掉咗陳伯102萬，買嚟嘅唔止係乾淨嘅屋，更是日常嘅照料，仲有一份同外界嘅連結，唔至於一個人喺屋企連個講話嘅人都冇。佢同家政阿姨約好，每次嚟打掃都要同佢傾幾句街坊嘅新鮮事，哪怕係菜市嘅菜價邊家添咗孫仔都好。人老咗最怕嘅唔係累，係與世隔絕嘅孤單。第三講係行人老咗最怕嘅就係半夜3更突發急病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陳伯揾到家附近開咗20多年嘅的士行老闆姓張，同佢係幾10年嘅老相識。車行裏嘅司機都係老街坊，知根知底。佢直接俾老張轉咗30萬，話老張呢筆錢擺你呢度，當我未來10年嘅專車基金，我用車就從裏邊扣完咗我再補。只有一個要求，唔理白天黑夜刀鋒落雨，只要我打電話15分鐘之內，一定要有車到我樓下。老張一聽就笑咗，陳伯，你呢係講嘅，什麼話你用車隨時打俾我，我仲能收你錢？再說邊有預付10年嘅？陳伯話，一碼歸一碼，生意歸生意，朋友歸朋友。我將錢擺你呢度，我用車亦心安，你亦唔使怕我賴事，就按我講嘅辦。真要夜半夜有急事，我亦唔使同你客氣，你派車就係老張拗唔過佢。最終還是收咗錢，還俾咗佢一個只有內部調度先知道嘅專線號碼，話只有打呢個號優先派車，絕不含糊，哪怕係妥風天除夕夜都保證有車。食住行都安排妥當咗，醫同樂亦唔可以落下。陳伯預付咗社區老年大學10年嘅學費，書法班、園藝班都係佢中意嘅，每周去2次同老朋友們傾下偈，學下嘢，日子亦唔悶。佢還報咗個粵曲班，老伴在世嘅時候都中意聽粵曲，而家自己學住唱2句，亦算係個念想。佢又揾咗常去嘅中醫館，同館裏嘅理療師簽咗10年嘅理療合約，每周2次推拿活絡筋骨。合同裏特地寫咗，每逢節氣變換，要主動發消息提醒佢注意添減衣物、飲食宜忌。嗰節氣該飲嗰湯，嗰天氣該少出門都要交代清楚。佢還同相熟嘅家庭醫生簽咗長期上門問診嘅協議，小病小痛唔使跑醫院，一個電話醫生就上門。量血壓、測血糖、開藥方都喺屋企解決，呢幾項加起嚟又使掉咗60幾萬。短短3個幾月，陳伯像個運籌帷幄嘅總工程師，將晒日常儲落嘅積蓄，一筆一筆
都換成咗睇得見摸得着嘅未來服務。佢將所有嘅合同收據、付款憑證，還有每個服務商嘅聯繫方式、負責人照片，都整理得整整齊齊，放進一個特意定製嘅牛皮文件，夾裏封面上控咗5個金字：白公安、新七。做完呢一切，佢睇住銀行字戶裏剩低嘅錢只剩唔到60萬元，當作日常零用同應付小病小災，足夠咗佢心裏邊半啲慌張都冇，反倒有一種從未有過嘅平靜，好似寫咗千斤重擔。佢還特意拿咗20萬元買咗個仔之前提過嘅嗰隻股票，冇過幾耐就跌咗3成，佢亦毫不在意。呢筆錢本來就係用嚟賭個仔嘅嘴，讓佢知道錢溪咗，亦讓佢明白，比起轉住數字冒險，使出去換安穩先係真嘅。一切都安排好咗，佢就等住個仔發現嘅那一日。佢知道個仔遲早會問呢一日，來得比佢預想嘅仲早。那日陳伯正喺屋企練書法，家俊氣急敗壞咁衝進嚟，手裏轉住銀行對照單面都白咗，一入門就喊：阿爸，呢件事點解你嘅錢呢？七伯，點解只剩萬，只剩幾十萬啦？你係唔係俾人呃咗？我馬上報警。佢急到滿頭大汗，喺客廳裏來回踱步，嘴裏不停勾住完咗。佢第一反應唔係老豆有冇事，係錢冇咗。陳伯慢悠悠咁洗住毛筆，頭都冇抬話：冇人呃我前陣子聽你嘅，買咗點股票，溪咗些。家俊聲音都拔高咗：買股票能係700幾萬？阿爸，你當我係3歲細路嗎？你到底怎麼啦？係唔係糊塗咗？係唔係俾人洗腦咗？佢一把搶過陳伯手裏嘅毛筆，重重拍喺桌子上，墨汁淌出嚟，落喺剛寫好嘅心安2個字上，橫開一團刺眼嘅黑印。佢越講越激動，甚至話要帶陳伯去睇醫生，要去法院申請監護權，唔可以再讓佢自己管錢。那些話一句比一句傷人，陳伯卻一啲都唔生氣。佢早就料到咗，等個仔發洩得差唔多咗，佢先站起身睇住個仔話：家俊，我係你老豆，唔係你嘅犯人，錢係我賺嘅，我有權決定點樣使你嗰叫亂事。家俊紅住眼喊：嗰係我阿媽同你一世人儲落嚟嘅錢，你點能咁樣糟蹋？你對得起我阿媽嗎？正因為對得起你阿媽，我先至要咁樣使陳伯平靜咁話：你跟我入嚟，我俾你睇樣嘢。佢行進書房，從書櫃最上面取下嗰個牛皮文件夾擺書桌上，發出一聲輕響。家俊跟喺後面仲係不停咁話：老豆老胡拖咗非要管呢筆錢不可。陳伯打開文件夾裏邊整整齊齊碼住一沓合同同憑證。佢話：我嘅錢一分都冇少，全喺呢度。家俊胡幽連咁拿起最上面一份，係同黃老闆娘嘅送餐合同。佢草草掃咗一眼，眉頭皺得緊緊嘅抬頭話：阿爸，你瘋咗，使100萬訂10年嘅飯，你至於嗎？唔係飯，係每日熱乎嘅家常菜，係有人每日學練我平安。陳伯指咗指最後一頁，你睇清楚特別條款。家俊半信半疑翻到最後，睇到那條24小時室聯上門查看嘅條款時，愣咗一下，臉上嘅怒氣消咗幾分。佢又拿起第2份係家政服務嘅合同，裏邊嘅條款細到咁嘅程度，每周要換一次床單，洗完要洗，夠3個鐘頭太陽，每次陪佢出門要學練，佢帶咗降壓藥，每個月要幫佢檢查一次屋企嘅煤氣電器有冇安全隱患，逢年過節要幫佢貼春聯備年貨。家俊嘅嘴巴微微張住半天冇說出話，佢一份一份往下翻，的士行嘅專線合約，中醫館嘅理療協議，社區大學嘅學籍證明，家庭醫生嘅上門服務約定，一份份，一頁頁像一張細密嘅網，將老豆未來10幾年嘅生活方方面面都罩住咗，滴水不漏。翻到最後係一張詳細到每周每日嘅服務時間表，什麼時候送餐，什麼時候打掃，什麼時候理療，什麼時候上課，清清楚楚成個上房路，靜悄悄嘅只有紙張翻動嘅聲音。
家俊睇住眼眶，慢慢紅咗。陳伯睇住佢緩緩開口，家俊，我問你，你話要幫我理財讓錢生錢，可錢生得再多，能喺我半夜心口痛嘅時候15分鐘內變出一架車送我去醫院嗎？家俊沉默住搖咗搖頭，錢生得再多，能喺我一個人喺屋企悶得慌嘅時候變個人嚟陪我講下話，聽我講下以前嘅事嗎？家俊又搖咗搖頭，頭埋得好低，錢生得再多，能喺我拿唔動狂湯落唔到樓嘅時候，每日準時俾我送一碗熱乎嘅排骨湯嗎？能喺我喺屋企出事冇人知道嘅時候，第一個發現唔對勁嗎？家俊冇回答，肩膀微微唞咗起來。陳伯拍咗拍佢嘅肩膀，語氣軟咗下來，仔啊，我唔係唔信你，我知道你孝順，但你嘅孝順係節假日帶我食頓好嘅，係諗住幫我將錢變多，係俾我打生活費，呢啲都很好，阿爸心裏都記住。但你唔係我呢個年紀最需要嘅，我呢個年紀要嘅唔係更多嘅錢，係確定性，係確定我每日都能食上熱飯，確定我住嘅地方乾乾淨淨，確定我生病嘅時候有人及時送我去醫院，確定我能體體面面有尊嚴咁活到最後一日，確定我唔會成為你嘅累貨，唔會成為看護眼裏嘅麻煩。我將錢放進咗黃老闆娘嘅廚房裏，放進咗家政阿姨嘅密布裏，擺喺咗的士司機嘅方向盤上，放進咗理療師嘅手掌心了。呢啲錢睇起嚟係使出去咗，但其實比擺喺銀行、擺喺任何理財產品裏都穩妥，因為佢保嘅唔係錢嘅價值，係我呢個人嘅價值。書房裏靜咗好耐，家俊抬起頭嘅時候滿面都係愧疚，佢聲音哽咽住話：阿爸對唔住，我從來冇咁樣諗過，係我太自私咗，只係諗住錢，冇諗住你過得好不好。我總以為俾你錢就係孝順，原來我連你真正想要什麼都唔知道。我一個陳伯知道自己呢步棋走對咗，佢唔單止俾自己安排好咗晚年，又俾個仔上咗人生最重要嘅一課，咁我先係真正嘅孝順。從那日起，家俊再也冇提過投資理財嘅事，反都成咗呢本安身煞嘅第一個監督員。佢會不時俾黃老闆娘打個電話，客氣咁問老豆最近胃喉咁樣，天氣轉涼咗，湯能不能煲得溫補一些。佢會留意家政公司嘅服務品質，逢年過節還自掏腰包，俾老豆將的士行嘅合約又續咗2年。有時候周末翻嚟，佢還會跟住家政阿姨學做幾樣老豆中意食嘅菜話，就算有合約仔做嘅飯終究不讓。呢本安身煞嘅用處喺半年後嘅一次意外裏，完完全全顯現咗出嚟。呢陣子流感厲害，陳伯染上咗半夜裏發起高燒，全身發軟，連落床倒水嘅力氣都冇。佢掹紮住摸到床頭嘅電話，撥咗的士行嘅專線。那頭老張一聽佢聲音唔對，立刻話：陳伯你唔好喐，我馬上安排車，同時俾你家庭醫生打電話。15分鐘唔到，的士同家庭醫生幾乎同時到咗樓下。醫生俾佢量咗體溫，開咗藥，確認只係流感，冇大礙。幾乎係同一時間，遠喺深圳出差嘅家俊接到咗黃老闆娘嘅電話，話陳伯今日中午嘅餐冇開門取，佢上門睇過咗，話係發燒咗，讓佢唔使太擔心。家俊當時心裏邊一緊，但緊知咗家庭醫生嘅電話也打嚟咗，同佢講咗病情，話已經處理好咗，按時食藥就冇事。冇過幾耐，家政公司嘅阿姨也打嚟電話，話佢會提前過號幫陳伯煲粥，盯實佢食藥，下午再過嚟一趟睇下情況。一個接一個嘅電話有條不紊，每一件事都有人安排妥。當家俊企喺外地嘅酒店裏，拎住電話半天冇說話。後來佢同陳伯講：阿爸那時候我先至真係懂咗，你呢唔係使錢，係俾自己建咗一座城堡，比任何屋、任何存款都牢靠。我離得咁遠，心裏卻比什麼時候都踏實。如今陳伯嘅計劃已經執行咗，快2年，
每日上午佢去社區大學上書法課，同老朋友們下棋。中午黃老闆娘嘅飯菜準時送到，每日都有新花樣，知道佢牙口唔好，菜都乾得軟爛，換季咗還會主動加潤燥嘅湯水。下午天氣好就叫架車去郊外走走，睇下風景，或者去茶餐廳同老伙計飲杯茶。夜晚屋企乾乾淨淨嘅瞓喺床上，連床單上都係太陽嘅味道。佢唔使再擔心聽日食什麼，唔使害怕半夜生病冇人管，唔使睇任何人嘅面色過日子，日子過得從容又自在，比手裏攢住幾百萬存款嘅時候舒心多咗。佢嘅事慢慢喺街坊鄰里傳開咗，唔少老朋友老鄰居都嚟向佢取經。陳伯也唔藏私，將自己嘅安身煞俾大家睇，同佢哋講自己嘅想法。有人聽咗恍然大悟，話活咗一世人，反倒冇陳伯睇下頭。有人覺得太冒險，話萬一店家執笠咗，點算錢唔就打水漂咗。陳伯總是笑住解釋，話喺緊嘅都係開咗10幾年、20年嘅老店，老闆都係街坊，知根知底，就唔甩再說。合約裏都寫咗違約條款，真要是做唔落去，剩低嘅錢要全額退還。白紙黑字賴唔掉，退一萬步講，就算真有一家出問題，仲有其他服務商兜底，總好過將所有錢都攢喺手裏，最後換唔來一口熱飯強。後嚟社區裏還成立咗一個晚年生活互助會，老人家們黏到在一起，團購服務，商量住點樣俾自己安排晚年，點樣過得更體面。有人學住陳伯嘅樣子，訂咗送餐服務，有人合夥請咗家政掏分費用，還有人一係包咗車出門睇病，飲早茶都方便一群老人家互相照應，日子過得熱熱鬧鬧，比以前守住存款過日子快活多咗。常有老人家問佢，陳老弟，你就真係一點錢都唔留俾孫仔都洗光咗，以後孩子們唔會有意見？陳伯總是笑住話，留俾孩子什麼？留一堆錢未必係好事，你將自己照顧好咗，健健康康，體體面面，唔拖累佢哋，唔讓佢哋為咗你嘅養老操心，唔讓佢哋為咗你嘅家產鬧矛盾，你先係俾孩子最好嘅遺產人。呢一世錢生唔帶來，死唔帶去，後生嘅時候賺錢係為咗養家糊口，係為咗過日子。老咗以後使錢係為咗買安穩、買尊嚴，一世人省起都用。臨老就該將錢使喺自己身上，使喺能讓自己過得舒服嘅地方。好多人總諗住，錢有兩就要留俾後人，又越多越好。但你諗下，真到咗喐唔到嘅那一日，錢喺銀行裏，你講唔算數咁錢，還算是你啲嗎？不過係一串數字話啦，倒不如提前安排好將錢，變成每日嘅熱飯、乾淨嘅屋、隨叫隨到嘅車、貼心嘅照料。呢啲嘢先係實實在握喺自己手裏嘅底氣。常言道，靠山山倒，靠的原是靠人人跑。人老咗唔係話仔女唔孝順，也唔係話世上冇好人，而係人心經唔起消磨親情，扛唔住6歲狗病床前冇孝子。呢句話唔係鬧仔女唔孝順，係話日子耐咗，邊個都有疲能嘅時候，邊個都有自己嘅難處。與其將希望寄託喺別人身上，不如自己提前打算，用契約換確定權，用真心換踏實存款。要擺喺邊度，從來冇標準答案，但我總覺得最好嘅去處係擺喺離你生活最近嘅地方，擺喺能讓你挺直腰杆嘅地方，擺喺能讓你每個聽日都過得踏實嘅地方。唔好總諗住死後留多少俾後人先顧好活着，自己先讓自己活着嘅每一天都有尊嚴、有滋味。人呢一世最後一段路走得體面、走得安穩，比什麼都重要。錢呢樣嘢能換得嚟呢份體面，就係佢最大嘅用處。